見到得㗎啦，可以低多少少，撳低少少啊。定咗就唔好搞啦。咁咪你錄埋呢個，錄埋呢邊，呢度咁樣啱啱好啦，得啦 ，OK 啦。嗱，你個機唔好搞我嚇，我喺呢邊睇。爸爸。做咩啊？出界，圍開人。玩咩啊？有冇睇籃球啊？係啊。入去睇啊！你呢度看住。係得。我唔睇。你唔好行入去喎，你側邊睇我喎。得。拉啊！得啦。好精彩。係咩？好精彩。錄低佢咯。錄緊啊！慳電模式啊！閃緊燈係錄緊啊！直播佛圖。精彩啊！嗯？
未，睇後生。我要关门了。做什么？我要关门了。但是里面还有人呢。我要关门，我等下关门呀。我离开的时候我帮你关。不要，我们这全场要关的。全场？对。几点关门啊？现在下一场没有，我就要关门了，把下半门都要锁起来。那我离开，我帮你锁吧。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不做。那我现在怎么办啊？你现在谁跟你上来拍的，我都可以。我自己上来的。不给的。为什么？公司规定的，你哪里写啊？你这个不用问我了，你就直接这样子。你哪里写的？我手上告诉你关门的。5分钟啊。得未啊？5分鐘我贏。冇咁快，邊唔快5分鐘？連續20，1、2、3、4，咁細力嘅你，哎呀！做咩啊？差啲入咯。得未啊？差唔多啦，依家幾點啊？好嘢啊！喂，我哋走咯。拜拜。要關燈啊！哦！